點解香港啲大家族、城中名人甚至中產家庭擺酒，將菜單上面永遠都一定有一道鮑魚？唔通只係為咗彰顯身價？其實喺香港人嘅飲食文化入面，鮑參翅肚、鮑魚永遠排第一。對好多講究體面嘅主人家嚟講，食鮑魚食嘅唔單止係味道，更加係一份尊重同氣派。用頂級南非乾鮑招呼親朋戚友，代表主人家夠誠意、夠份量。仲有呀，意頭好緊要。鮑魚、諧煙、鮑魚，寓意包包有餘，年年有餘。擺喜酒、搞壽宴，有鮑魚助陣，成個宴會嘅格調即刻升級。慢慢呢種風氣，連普羅大眾擺酒都一定要跟。如果張菜單冇鮑魚，啲客分分鐘會覺得主人家唔夠誠意啊！以前想食靚鮑魚，要請大廚搞10幾日，但而家無論你係搞私人宴會、開餐廳，定係想喺屋企嘆星級享受，我哋源頭大廠德寶就搞掂。想用一手批發價攞到星級酒樓水準嘅靚鮑魚，即刻留言同我傾下啦！